移公移山呢句成語，教導我哋做人只要立定志向，無論遇到幾多險阻，憑住一顆堅毅嘅心，最終都可以得到成功。可惜時下年青一代往往做事冇計劃，每遇到挫折就退縮，甚至半途而廢。不過喺72學中有一個同移公移山相似嘅行業，而佢哋一樣憑毅力戰勝困難。看我72學，同你分享，讓你細味人生。馬來西亞嘅發展一日千里，高樓大廈起完一棟又一棟，公路起完一條又一條，所以喺72項之中，建築業可以稱得上係居功至偉㗎。不過修路、起屋、起樓都係需要沙石呢啲咁嘅原材料嘅，就好似今日我哋要體驗嘅呢個行業呢，就係建築行內其中一樣最危險嘅炸山採石。炸山採石係一門好少喺大城市中俾大家見到佢哋存在嘅行業，而且因為有一定嘅危險性，所以喺眾多行業中規條限制最多嘅行業，好似土地法令、採石規則、爆炸物法案，甚至要遵守環境素質法令。呢啲一切為嘅都係保護工人同市民嘅安全，而令我哋了解到炸山採石嘅工作絕對係不容有失。炸山採石要面對嘅危險，除咗係炸山時爆炸嘅威力無比，另外工人更加要面對炸山前喺山崖山壁開鑿放炸藥嘅洞口時，有可能遇上岩層鬆散而造成嘅崩塌危險。因為只要一不留神，有可能俾冧落嚟嘅岩石活埋同埋砸傷。而另一種嚴重嘅意外，就係工人有可能踩到鬆裂嘅岩壁，跌落百尺山崖。所以喺炸山採石嘅範圍，真係要步步為營。今集帶我哋主持人入行嘅係喺炸山採石行業有40年經驗嘅劉金忠先生。因為經驗豐富，所以喺業界有炮王嘅稱號。目前仍然有5座山進行採石工程，每日忙住炸山前作好嘅準備。不過劉先生表示，以前炸山採石呢一行確係相當危險。以前呢就好危險性好高。以前嘅炸石啊，真係嗰啲人吊上嘅上邊，自己爬上嘅人喺上邊一直喺嗰度打窿，打開窿，睇你有打幾個窿喎，又慢慢放炸藥，一粒窿響，真係好危險喎！我都有一個阿哥係炸石，整到一個腳都冇開嘅，睇到嘅時候真係好唔開心嗰時。因為一次至親異常意外，令劉先生更深切體會到炸山嘅危險性，所以每次炸山佢都要親力親為，安全至上。而第一步就係要學識睇山。我哋咧最緊要朝頭早開工，我哋有打理人就去睇呢粒山，睇下有唔有危險喎。如果有危險啊，就唔俾人去做工啊。就過開一搏，睇落去有冇變開，我哋就炸開佢先咯。正入機係做嘅。危險嘅時候係驚嗰隻山啊，驚佢冧啊。我哋喺下低做工，佢冧落嚟，嗰啲係最危險嘅。睇山靠嘅係經驗，而經驗只能夠靠時日嚟累積。劉先生話：有時睇落平靜嘅山，分分鐘亦有崩塌嘅可能。
所以作為炮王，為咗工人同自身嘅安全，判斷力係唔可以缺少嘅。我哋睇嗰粒山嘅時候，好似睇佢冇嘢咁樣，好地地啊，佢就崩喎，所以嗰度就嚇到我哋咯。嗰時我哋都知道佢係驚呢嚿石係咪好似係崩落去咯，我哋就喺嗰度長自己睇自己，冇幾耐啊就睇佢嘅石仔啊慢慢跌，就成幅崩落嚟咯。炸山採石，顧名思義就係炸開座山，開採一啲有用嘅石頭出嚟。嗱，聽落好似好簡單咁，但係原來成座山咁大，牽涉嘅學問係好廣嘅，當中就包括咗力學啦、爆破學啦、化學啦同埋地理學嘅。而我知道喺早幾年前有承包商喺炸山嘅時候發生石崩嘅意外，有工人被冧落嚟嘅沙石活埋，所以作為炸山採石嘅工人係有一定嘅危險性嘅。炸山採石一般可以分為5個步驟，分別係勘察、鑽孔、安裝炸藥、爆破同埋分石。工人面對嘅有高山有大石，所以每做一個步驟都要用上重型機器幫手，睇落好似好輕鬆，但其實喺烈日當空之下，駕駛重型機器一啲都唔好受，感覺就好似入咗熱烘烘嘅焗爐一樣，又熱又辛苦，而且分分鐘有可能遇上意想不到嘅事故。Yang saya tidak lupakan itu baru saya kena berlaku, saya kawan jiran dia semasa korek di sini dia batu itu runtuh, dia runtuh atas mesin atas itu mesin lepas itu saya ingat dia sudah meninggal tau. Itu debu sudah hilang baru dapat dia sedar balik, dia ada hidup balik. Itulah yang kemalangan saya nampak mata dengan mata。炸山採石嘅工作無時無刻都可能同死神打交道，工人所受嘅壓力又有幾多人可以了解呢？下一節，介輝同阿 Jo 將會實地參與炸山採石嘅工作，過程辛苦又驚險。下一節，漢俄72